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成立76載，始終堅守婦幼為重、家庭為本嘅服務宗旨，以正向家庭發展為核心，圍繞家庭全生命週期，提供預防性、支援性、多元化嘅家庭教育服務。婦聯轄下設5間家庭服務中心，覆蓋全澳各區，並延伸至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，構建全方位、全週期嘅家庭支援網路。家庭由孕育開始，婦聯樂融家庭綜合服務中心自2019年起推出新生兒家庭支援計劃，以產前規劃為起點，為家庭提供育兒分工、情緒舒緩等全方位支援。多年來服務逾800個家庭，8000人次。2026年3月，中心配合衛生局與社工局嘅醫社合作機制，參與孕產婦全週期健康保障計劃，主力為中高風險孕產婦提供專項支援服務。伴隨孩子成長，親子教養成為家庭核心課題。婦聯樂滿家庭服務中心以正向教養作為服務介入手法，為家長提供專業親職服務，引導家長以溫和且堅定嘅態度培養孩子，共建互相尊重嘅親子關係。為弘揚家教家風，中心於2024年設立澳門首個家庭生活教育體驗空間，以互動體驗形式普及家庭教育知識。婦聯北區家庭服務中心推出故事爸媽先導計劃，聯動澳門兒童文學協會走進社區舉辦戶外故事會，以故事連結親子關係，陪伴孩子快樂成長。孩子步入成長關鍵期，性教育與家庭溝通尤為重要。婦聯家庭服務中心自2019年開展家庭性教育計劃，線上線下服務逾3萬人次。2024年發布性教育家長指南，助力提升家長與子女開展性教育嘅信心與技巧。中心同時推出親子共成長和諧家庭發展計劃，以調解技巧為核心，引導家庭建立開放平等嘅溝通氛圍，實踐既處理心情亦處理事情嘅服務理念。婦女係家庭嘅重要支柱。婦聯北區家庭服務中心推出美麗人生婦女增值計劃，聚焦單親、新移民、低收入等婦女群體，透過技能培訓與就業支援，協助婦女提升自信，實現自我價值。婦聯總會與新濠博雅娛樂亦持續舉辦好媽媽家長計劃，弘揚母愛與女性美德，累計超過1000位母親獲得嘉獎。橫琴澳門新街坊家庭社區服務中心設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，以灣區家庭所需、澳門婦聯所能為定位，聚焦家庭生活教育、預防家庭暴力及心理健康3大主題，服務喺橫琴生活嘅澳門居民家庭。截至2025年，婦聯5間中心全年服務528,227人次，舉辦活動1307場，參與人次達179,149，網絡宣傳累計觸及111,9,218人次。如需了解各項服務詳情，歡迎關注婦聯官方社交媒體或致電就近嘅婦聯家庭服務中心查詢。